訂做家私咧，究竟用啲乜嘢物料好咧？由於香港嘅天氣咧普遍咧都比較潮濕嘅，揀啱嘅材料咧就非常之重要啦。咁先至可以確保到咧家私咧又美觀又耐用啊嘛。今次咧同大家介紹咧3款香港咧最常用嘅訂做家私物料啊。首先咧就係木皮啦，木皮咧係一種天然材料嚟嘅，可以呈現出咧真實嘅木紋質感啦，令到咧室內嘅空間更加溫暖啊。不過咧由於對於潮濕嘅環境抵抗力咧比較弱㗎，用嘅時候咧要特別注意咧防潮啦、防蟲方面嘅處理啦。第二種嘅物料啊，廚房最常見嘅就係防火膠板啦。呢種物料咧有非常之強嘅防潮啦同埋防火性能嘅，咁好適合喺香港呢啲咁潮濕嘅天氣去使用嘅。防火膠板嘅表面咧通常都會比較光滑嘅，容易清潔啦。比較適合咧做一啲廚房啦或者浴室呢啲地方嘅。最後要介紹嘅咧就係一隻叫做 ENF 嘅生態防花板啊。呢一種物料咧係一種新興嘅環保物料嚟嘅，有好強嘅防水啦、防刮花啦同埋防潮嘅性能嘅，特別係適合咧香港呢啲咁潮濕嘅天氣環境啊。依家咧已經可以有一個好接近實木嘅質感㗎啦，而且咧可以做到好多唔同嘅造型嘅，譬如好似呢啲彎位啊、圓角啊、封邊呢啲位咧，全部都可以做得到嘅。咁近年咧，大部分嘅設計公司咧都開始轉用咗呢一款嘅板材咯，絕對係做家私嘅首選物料啊！今日嘅分享咧就到呢度啦。如果有任何嘅裝修問題咧，歡迎留言話俾我知啦。記得 follow 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 IG 啦，咁樣咧就可以第一時間咧收到我哋嘅通知啊嘛。我係 Benny，下次見，拜拜。